将来两人酥店只口开卖10暗两人酥，原来是头家欢迎美国众议院议长佩洛西访台，只议长伫台湾过了1点钟，每买1盒就加送1粒。停留1个小时就送1颗，那如果停留12个小时就有12颗哎。两人酥业者大放送去民众排队来买。佩洛西按算会伫台湾楼18点钟，嘛就是买1盒6粒的两人酥，头家就要送18粒，嘛等于是送3盒的量。是肯定划不来，可是我们老板们他们就说没有关系，支持友善国家。虽然活动早就结束，不过业者看民众的订单来出货，会遵守规定。透早要求买1盒送3粒的活动，业者赶紧传7000粒两人，就是不爱互来的民众失望。以为可以18颗，对不对？哦，本来是想这样，还是没关系啊，要吃吃看。2杯69元，希望它留久一点。哦，要不要来一组？好啊。另外有咖啡网红名店推出2杯咖啡69块，等于中文69，希望佩洛西留较久嘞。支持佩洛西，支持台湾，希望佩洛西在台湾多留久一点。还有婚礼人参包的业者欢迎佩洛西买1送1，较无1点钟就卖出100盒人参包啊。人家都来到这边了，我们可以说不欢迎吗？欢迎那个佩洛西啊，他这么力挺台湾，不计成本哦。没关系啊，因为他对我们台湾有那个帮助嘛。佩洛西来访问台湾，引起大家讨论，民间嘛用实际行动来欢迎这位台湾的好朋友。嗨，我是庄宇杰，想要看到更多的新闻内容吗？赶快订阅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，并且开启小铃铛，跟着宇杰一起看新闻吧。